Hello， 大家好啊！咁我係 Vincent，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週末清談啦。隨住過去幾年咧，美國不斷咁打壓中國大陸嘅半導體業嘅發展咧，光刻機咧就已經係成為咗一部重中之重嘅生產嘅機器，亦都係為大家熟悉嘅。過去幾年就不斷咁有消息，就係中國大陸嘅光刻機咧出現咗突破，甚至有一啲自媒體喺度講話中國光刻機已經出現一個量產。咁過去幾年後面都證明呢啲傳言只係傳言，係空穴來風嘅啫。不過上個禮拜確實嚟講就係3月26號，中國大陸出咗個新聞，今次中國嘅光刻機出現突破，可能同以前嘅傳聞就唔一樣啦。我哋今日講講，俾翻少少背景資料大家先。呢單新聞咧其實嚟自上海嘅。3月26號 SEMICON China 2025年咧就喺上海咧就開幕，其中有一間嘅參展商咧叫新海來，嚟自深圳嘅，展出咗一系列嘅半導體嘅生產用嘅機器。咁新海來咧今次咧係一次過咧公開展覽咗咧6大類多嘅產品嘅，其中包括咗一啲擴散設備啦、蝕刻產品啦、薄膜產品等等。呢6大類咧就係包含咗咧可以話覆蓋晒成個嘅半導體嘅製造嘅流程㗎啦。另外咧亦都公開展示咗一啲咧光學嘅檢測嘅產品同埋量度測試嘅產品。咁呢啲產品咧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新海來公佈出嚟就係話個核心嘅零件係已經係實現咗100% 嘅國產化。咁首先咧呢單新聞咧個專業性就係好強，包括佢公佈出嚟嘅產品咧，如果唔係專業人士，有時候都唔係太清楚呢啲產品可以做乜嘢嘅。另外啦，關於新海來呢間公司咧，其實如果大家喺網上揾到嘅資料咧，其實唔多嘅。佢個官方網站咧到今時今日咧個資料咧可以俾大家揾到咧都係好少嘅。不過喺有限嘅資料入邊咧，其實咧可以睇到咧，新海來呢間公司咧個成立時間係好短嘅啫，係2022年6月先成立嘅。前身咧係同華為咧係有深度合作，或者可以話係有合作嘅關係啦。咁依家咧係由深圳國資委咧控股嘅。今次參加SEMICON China 2025年咧，可以話係首次公開露面嘅。由3月26號開始啦，國內嘅自媒體，尤其係一啲半導體嘅專業嘅自媒體咧，就已經係大規模咁去報導新海來呢啲產品嘅資料㗎啦。咁亦都將呢樣嘢睇成咧就係中國半導體一個突破嘅。不過呢單新聞暫時嚟講喺中國大陸官方嘅傳媒咧就未得到一個證實嘅，所以講你可以將呢單新聞睇成官方冇否認，但係官方亦都冇去確認，即係你大家冇辦法一個正偽嘅新聞嘅。但係咧我自己都覺得今次嘅呢單新聞咧，同前幾年嘅話中國嘅半導體或者光刻機出現突破嗰啲相關新聞咧，有幾樣好唔同。第一個就係今次係有好清晰嘅產品嘅展覽。第二個明確咗一間公司去生產，就係新海來。呢間公司唔係一間普通嘅民企，呢間公司以前係同華為有合作，而家係由深圳國資委去控股嘅公司。咁你可以睇成係一間半官方嘅公司嚟㗎啦。第三個就係呢次嘅展覽之前，尤其上個禮拜，美國咧亦都傳出咗咧，就係美國嘅芯片企業就係遊說政府放寬對中國大陸嘅芯片出口。咁最後啦，咁中國嘅光刻機或者中國嘅半導體製造業咧幾時出現個突破咧？我覺得有一樣好清晰嘅指標嘅，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就係幾時美國同埋歐洲，確實嚟講就係 ASML 同埋美國幾間半導體嘅製造業嘅供應商，佢哋係唔對中國進行一個制裁封鎖，而係低價傾銷。我相信咧就係代表咗中國嘅光刻機或者中國嘅半導體製造業咧係徹底突破㗎啦。因為咧中國每一次突破一個行業咧都出現咗一定嘅路徑，開頭就係西方圍堵制裁，然後中國經舉國之力去突破，然後西方就開始用低價傾銷，咁中國就面臨好嚴重嘅一個價格競爭、價格戰，最後內捲死晒，咁就呢個行業就基本上就由中國嘅企業或者中國公司近乎一個壟斷嘅形態出現。咁我相信中國嘅光刻機或者半導體製造業咧，應該都係會遵循呢一個嘅發展嘅路線嘅。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先。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